对无？足水的花写去啊，我会剪成我剪庭无吧？我你是问咱咱才会讲安尼？哎，朝你来讲，山岛水搭花城，你戆无？然后有一天有人甲你问安尼是你要安怎回答？对，你要安怎？人毋是拢讲一句话吗？存好心，讲好话，做好事吗？准讲工山要倒啊，你嘛甲讲要倒啊，你嘛甲讲啊。工山还袂倒，伊就倒啊。讲好话，好，大神请，想想咧，我顶一个，啊，迄个王爷甲你讲毋对啦，讲是安怎讲毋对？迄山岛，就是代表将来无，对无？天下太平。安怎知影解释啦？伊山岛甲讲这将来无啊嘛，较悬的将来已经无啊，倒，所以天下就是个太平啊。大海的水哪会干？水干，咱讲毋是讲水干鱼鲜吗？但是你方地方的呢，是水干流天，金龙已经就是要出来平天下。水干鱼还是袂当遇到水底啊，火车，你看火车，火车就是要结果嘛，对无？有个要结啊，火还袂烧啊，这人就足奇怪啊。就讲这足自然啊。山岛将来无水搭金龙天，火车就是倒要结，你是咧玩啥？皇帝听一个喙齿开开啊，笑死！明仔载谁会招卖，谁会起来办国事啊？是，咱两个解说啊，有可能嘛？因太太甲我若种阮是私心啊嘛，我较遐真咱就讲好，你再甲人讲嘛，袂使甲直接就讲你安怎，你就甲伊结完，伊心中的喜你一下，是，咱就好好甲讲。所以社会要好来，你一定就爱存好心。存好心的人，哪会讲好话呢？你敢有咧讲好话？安怎讲啊？讲好话毋是固定的，讲好话是随着环境在变的，环境变，好话不断地咧变。你常讲一句，你较讲歹句。所以好话得讲，毋是一定着讲迄个，你着食饱字啊，你甲这是一种社会所欢喜语啦但是真正好话就要温暖一点，叫做好话，是不是？所以万法心生，心若是咱去了我，心若是去了这个，所以咱讲来学，你要将圆道的心合入你的心，将圆道的心来甲你的心配合，来甲你的心配合。你毋才有成一个明净实在的修行人，无好将来道理讲套套拢是，若落来我咧泡茶去讲个政治，两个人争甲阿妈滚抓浮起来，也看，佫落去会输赢呢。挡若无调，口气若挡无调会输赢呢。伊就足热问迄嘛，伊有等摕起拄遐食。你捌看着人为政治咧相争无？敢捌听着？你有足爱听无？对2000年，这甲这若16年啊，还搁咧争啊！你就是，你手若爱摕一部叶头，你这支争了4年后，搁再换别人，就开始争，换新人，就来开始争，这甲伊就落来。这就是咧看所以这个叫做天命地落练就心。对无？天命
地路是从民国28开始哦，民国28年。民国28年时，咱一个天顶地路，因为过去做书的课程由上天直接来考，用一年来考。伊讲安尼个，因为老母娘佮请师尊伫即个北京吼，28年伫北京即个所在，爱佮开一个大个路会。顺天路会开了，佮叫爱继续开，因为路会就是当时咧廉价栋梁材的一个法会就对了，像咱即个法会啊，伊咧就是叫做路会。啊，入去一礼拜半个月拢无出来，连甲了啊，先拢入去来，启示着所有来未来现在过去过去。哦，你出来到地了，怎感觉一个人啊，伊的心开始红沙沙色，随着因缘起，好化众生。所以迄道义啦吼，是足深切的，迄道义足深切。所以28年即个路会要去开的时，老师妈跪伫棺前，向老母娘讲毋通啊，我惊死啊！我路会开就出代志出人命啊！一个奸淫的太太伫路会内底去互鬼哭，人死命，官就入来啊！无倒命，命倒就官就入来。所以件代志最后用外一个官就去排平，去排平啊是安怎？所以要搁叫老师开路的老师讲，伊毋打这个这个，打袂起来。啊，所以咱从头开始讲，安尼好。路会会使毋免开，但是日后由天做顶，地做路，来年众生。迄段就第一开始。啊，天一个顶，顶甲路顶拢较快啦，对无？咱咧煮食个，哦，啊路，天做顶，地做路，啊咱人而且咧动作。你若用用，茶就甲挡落去，哦，啊就火就点啦。啊，井内有地位水哦，迄井内有你以身带来地位水。啊，水本来了水是一个粉，啊粉是一个打气，即种年代嘛。啊，水若干哪济，代表你的地位哪进步。地位叫做水，对无？水本来就是地，啊水可惊火啊！啊火安尼，你咧形容我无甲当时咧，我甲严嘞安尼吼，毋知一个落到地，你的地位最好叫大。地位最深，你受到的先体，看即个高袂袂，听即个理袂清，安尼上处你对即个都怀疑。对即个就开始生怀疑的心，啊怀疑的心就生出来，你就歪头啊！来哦，人定是要搁开班咯，你记得？伊就讲一句心肝啊做，我即种坐到外省找零零，我住厝啊足快乐，我是咱来去遐坐，也无较好啦，也毋是讲去无咯，讲哦，对无？啊300、500食点心，搁坐甲做故说，伊哪想哪去，啊心就哪去，啊就哪歹，歹势。这个做容易就无爱。好，啊，这个时阵就爱看你讲偌济好话。啊，这个代志不断伫咱的心上咧走，伫咱心上咧走。啊，所以咱就是一定爱啊，上天咧设一个棋局，咱毋好破到这个棋局。28年，对，今仔日伫台湾咧进行，伫红海先搁要执行一件。天顶地路，我来看着我做诶时阵，哦，真是有较溜啊，真是有较溜。你若较早就报告，对，我看我咧做着，我咧做着我感觉若是大家拢相像啊，核心就是核心。哦，即场了，人咧去水批，阮人咧搁对啦，人听靠倒啊，对话
因捌将这件事甲讲做事，已经袂记只讲我咧修道，对，已经袂记只讲，所以无怪先生讲好讲回想。